丁丁同 JJ 相伴嘅日子。今朝我打坐嗰陣，突然之間諗起 JJ 係邊個？點解會喺我腦海出現啊？原來我喺自傳入邊竟然冇提過佢。2011年11月某一晚，細女帶我去朋友嘅寵物店。第二日間鋪要執笠，仲有3隻狗冇人要。JJ 困喺籠入邊，用對好可憐嘅眼望住我，好似同我講：媽咪帶我返屋企啦！我打開個籠，JJ 即刻撲埋嚟，緊緊抱住我。嗰刻就好似我第一次抱住大女咁。如果嗰晚冇人帶走佢，第二日就會送去愛護動物協會。當時我仲有抑鬱、焦慮同恐懼，唔知自己有冇能力照顧佢。但當我想放低佢嗰對含淚嘅眼，就好似話：媽咪唔好放低我，我係你個女，帶我返屋企啦。JJ 係史納沙狗，聰明活潑忠心，每日瞓喺我張床邊，朝早6點就會拍我腳，叫我起身帶佢去散步。黃昏就會喺大廳等我哋返屋企。有咗 JJ 屋企，成日都充滿笑聲。3歲嗰年傍晚，打雷落雨，風大雨大，JJ 嚇到全身震。我抱佢上床，握實佢雙手，從此佢就成為我嘅枕邊伴。好多黑夜，我見到牆上有幻覺，叫我跳落去。我只要抱住 JJ， 聽住佢心跳，心就會安靜落嚟。慢慢我唔使再食藥，JJ 治愈咗我。2017年 JJ 榮升做細姨，朝早守喺瑤瑤床邊，唔會俾瑤瑤喊多過3分鐘。夜晚要等齊人返屋企先肯瞓。2018年我已經照顧唔到 JJ， 唯有留佢喺女屋企，但係佢知道自己嘅使命，要守護2個小朋友。每次我探佢，佢都用最動聽嘅吠聲歡迎我。佢深信有一日我哋會再同床相擁。2021年 JJ 10歲，行得慢咗，眼有白內障，仲開始有失禁。我請咗姐姐幫手照顧佢，每日早晚我都喺餘本尊前祈求，希望 JJ 可以長命幾年，等我補償同佢分開嘅時間。2023年8月 JJ 突然抽筋暈低，檢查話可能係中風。之後我每日念經，佢都靜靜坐喺我身邊。9月2號我哋本來要去日本旅行，因為8號風球取消咗。嗰晚 JJ 再一次抽筋暈低，見到佢咁辛苦，我忍唔住眼淚，終於決定送佢入院。醫生話 JJ 腦入邊有一個大腫瘤壓住前腦，唯一方法就係打安樂針，俾佢安安樂樂咁走。我行到佢面前，輕聲同佢講：JJ， 你嘅使命已經完成，你做得好好，下一世投胎做人啦。JJ 張大眼望住我，同我道別。回想12年 ，JJ 帶俾我好多快樂，佢係我嘅治療者、守護者、伴侶、同行者。最後我用佛法儀式送佢，將骨灰撒喺房外嘅花園。JJ， 你永遠喺我心入邊，多謝你陪伴我最低潮嘅日子。命定小啟示，唔係人人都應該為你付出，要珍惜而家擁有嘅一切。時間唔會等你去補救，只可以活在當下。